走啊！吓？我叫你走啊！ Coffee or tea? 好教練， I have a dream. This world is already full of troublesome potassium. Too many condom, tourism, the pendulum, and aluminium. Let me show you why. Stupid. 耶？喺上世紀1870年嘅夏天，先祖戚繼光將軍、先祖母戚美珍破天荒咁樣合作一部大型嘅室外連續舞蹈音樂劇《彩色 3D 電子天鵝湖》。本人有幸參與演出，本人嘅角色就係演出一粒電子，雖然微不足道，但係影響深遠。可惜因天雨關係，天文台宣布所有室外活動被迫取消。呢件事喺歷史上雖然係微不足道，但係對於本人嘅身心經已造成不大不小嘅創傷。鑑於本人認為廣大嘅市民需要正當嘅康樂活動，有感而發，終於發明咗羽毛球。受寂寞巔峰上高飛，預備。